欢迎光临，今天嘛，老师撒娇里特别里来呀，牵手的那个里对的不呢？牵手，我和妈妈手牵手走路，走路是难晓得不呢？这当然没呀，那个里对比难晓得，我和妈妈手牵手走路。接待，我和妈妈日前接待客人，这当然没呀，你特别爱啥爱的就说嘞，我和妈妈日前接待客人，我和妈妈日前接待客人。瞌睡，姥姥坐在沙发上打瞌睡。姥姥婆婆坐在台里的沙发上，说爸爸妈妈打瞌睡，一表你不呢？打瞌睡，姥姥坐在沙发上打瞌睡。幸福在前面的，我是一个幸福的宝宝。今天是撇的一个对呀，幸福在前面的格里条撇白的，我是一个幸福的宝宝。ဒီနေ့မှာတော့老师教我တင်ကြပေးပါ老师နောက်ဗီဒီယိုမှာထပ်ပြီးတော့ share လုပ်ပေးပါဦးမယ်နော် bye bye